番记》是一本记载17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儒生陈棣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《东番记》之6，地道竹，大树蔣，中十中，发竹过屋，处羽毛，宫中数梯，足有强屋，一曲小带，或公界。少壮未处者，做故知，艺术必立公界，雕发一夜。东番记之6，台文翻译。东番人，台湾人，大的所在，4颗链长，全是竹皮啊，大约用双手箍起来，遐尼宽，遐尼粗。宽度大约正10丈左右。东番人错竹啊，用来起厝，厝顶砍花草，厝的长度大概有几啊丈宽，几啊丈悬。部落内面有一间较大间的厝，称做公共会所，号做公界。未婚的少年家做伙住伫公界，部落村社事务举行会议，拢伫公界，因为若有代志要解决的时，会当真紧表骹手。以上内容是由董康正教授主讲，多谢收听。